2013年，一個叫做 Gary Hubs 嘅男人離奇失咗蹤，當時冇人報警，甚至連佢嘅妻子同埋個仔亦都冇揾佢。時間一日一日咁過去，呢個屋企依然如常運作，佢嘅名冇再被提起，佢嘅存在就好似被呢個家庭默默刪除咗。直到4年之後，喺幾百公里外嘅樹林入邊，一塊人類嘅頭骨將呢個名重新帶返咗大眾嘅視野。隨住調查嘅深入，謊言一個接住一個出現，因為呢單唔係一單普通嘅失蹤案，而係一個家庭共同隱藏嘅秘密。當真相一層一層被揭開，一個問題亦都再次浮現：呢個到底係一場冷血嘅謀殺，定係一個家庭嘅自救？歡迎嚟到懸疑檔案，今日我哋就嚟探索呢單案背後嘅故事。Gary 生於1956年，佢嘅性格高僻、固執，而且脾氣暴躁，份人好難相處，所以同親戚幾乎冇來往。佢同妻子 Connie 育有一個仔 Austin， 一家三口居住喺 Minnesota 一個叫做 Elko New Market 嘅小鎮入邊。2013年7月，57歲嘅 Gary 就離奇失咗蹤。不過 Connie 並冇選擇報警。2014年7月，喺 Gary 家姐 Linda 同埋其他屋企人嘅敦促之下， Connie 先至去到當地嘅警局報案。當時 Connie 稱 Gary 拎住行李坐上咗一架灰色嘅本田汽車離開，但係佢並冇睇到司機係邊個。喺跟住落嚟嘅幾年時間入邊， Connie 同 Austin 如常生活，而 Gary 依然音訊全無。2017年12月3號，Wisconsin 警方收到咗一通報警電話，報案人稱自己嘅狗狗喺樹林度擔出咗一塊人類頭骨。警方喺樹林進行搜索，並喺入邊揾到咗一副骸骨。經過檢驗之後，法醫證實死者係因為近距離頭部中槍而死亡噶，但係佢哋並冇辦法確認死者嘅身份。於是佢哋就揾嚟咗 DNA Doe Project 嘅團隊幫手。DNA Doe Project 係一個非營利組織，致力於透過基因族譜技術確認無名死者嘅身份。2020年2月，喺經過咗2年幾嘅努力之後，組織終於確認咗呢名死者嘅身份，佢就係已經失蹤咗6年半嘅 Gary。於是警方就將呢個噩耗話咗俾 Connie 同埋 Austin 知。出乎意料嘅係，佢哋當時神情冷漠，幾乎冇流露出任何情緒。當警方詢問 Connie 點解冇喺 Gary 失蹤嘅時候第一時間選擇報警，佢表示因為 Gary 係自行離開噶，所以佢認為冇報警嘅必要。跟住 Connie 同警方講，佢對 Gary 嘅離開並唔意外，因為佢嘅生活方式一直好有問題。Connie 稱 Gary 係一個癮君子，屋企入邊所有嘅錢都俾佢拎咗去買毒品。另外 Gary 嘅性格反覆，脾氣暴躁易怒，經常對佢呼呼喝喝，甚至仲會喐手打佢。When Gary would start his yelling and screaming at me, Yeah. Austin would step in between. Okay. Don't you yell at my mom. One time he hit me pretty hard and black and blue in my shoulder. The other time he actually hit me, he pushed me and I broke my toe. 另一方面 ，Austin 同警方講，爸爸喺離開當日情緒異常憤怒，仲喺屋企度拎走咗5000美元同埋媽媽嘅結婚戒指。I heard him banging around in the master bedroom. I'm like, okay, what's going on? Looked in, he was packing a suitcase. He's like, I'm leaving. And yeah, he got in, some guy pulled up, picked him up. 隨後，身在圖書館嘅 Connie 就收到咗仔仔嘅電話，得知 Gary 已經離家嘅消息。聽到呢度之後，警方好快就察覺到一啲可疑嘅地方。首先 ，Connie 當年報警嘅時候表示，佢親眼目睹 Gary 離開屋企，如今佢就聲稱自己當時身在圖書館。另外 ，Connie 而家同警方講， Gary 離開嘅時候拎走咗佢支.40口徑手槍，但係佢當年並冇提及呢件事。Connie 前後矛盾嘅講法，
令警方開始懷疑佢唔單止對 Gary 嘅死亡有所隱瞞，甚至仲可能牽涉其中。幾個月之後，警方再次揾嚟咗兩母子問話，並要求佢哋接受測謊。呢一次 Connie 嘅口供大致相同，但係 Austin 就改變咗講法。佢表示佢記得當時揸車載走爸爸嘅係一個男人，佢着住黑色 T 恤，身形粗獷，仲有好多紋身，睇起嚟好唔友善。測謊結果顯示 Connie 冇講大話，但係 Austin 就有所隱瞞。呢一點令警方更加堅信佢哋同 Gary 嘅死亡一定有關。不過測謊結果並唔可以作為呈堂證據，而喺冇實質證據嘅情況之下，警方唯有俾佢哋離開。之後警方決定去到 Gary 嘅舊居調查，並向佢嘅鄰居了解詳情。諷刺嘅係，鄰居幾乎一致表示 Gary 為人刻薄，令人厭惡，簡直就係佢哋見過最糟糕嘅人。據稱，只要佢對鄰居感到不滿，就會將管風琴接上大喇叭，放喺窗邊，向住鄰居屋企大聲播放音樂。到咗冬天，佢又會喺深夜揸住掃雪機，故意將積雪吹向隔離，等鄰居嘅庭院被厚雪覆蓋。另外，住喺 Gary 對面嘅夫妻亦都表示 ，Gary 嘅態度惡劣，佢經常無緣無故咁對佢哋嘅女大呼小叫，仲曾經暗中偷拍佢哋。即使偷拍事件被揭發， Gary 依然毫不畏懼，佢專登啤住佢哋，毫不掩飾自己嘅行為，仿佛喺度挑釁話：冇錯，我就係喺度錄影，態度極為囂張。於是佢哋唯有報警備案。之後呢對夫妻同警方講咗一件事：有一日深夜，佢哋見到一架 pickup 泊咗喺 Gary 嘅後院，跟住 Connie 同 Austin 就喺屋入邊搬出咗一塊地氈，連同一袋袋嘅大型垃圾一齊掉入咗 pickup 嘅後邊，然後佢哋就開始拼命咁清洗地板。當時呢對夫妻仲開玩笑話，睇嚟 Gary 已經被呢兩母子解決咗。不過佢哋並冇報警。嗰日之後， Connie 同 Austin 似乎變得更加開心。平時好少出門嘅佢哋，仲會間唔中將自己整嘅餅乾送俾鄰居食。幾個禮拜之後，佢哋就喺屋企前邊舉辦咗 yard sale， 拍賣男性衣物同埋一啲工具。當大家問起 Gary 嘅時候， Connie 表示佢因為唔想再被婚姻捆綁，所以就離開咗。不過當警方詢問現任屋主嘅時候，佢哋更加肯定兩母子同 Gary 嘅死亡有關，因為屋主表示喺佢搬入嚟嘅時候，曾經喺地板度見到一塊紅色嘅污漬。喺取得搜查令之後，警方帶住尋屍犬進入間屋，並標記出多處可疑嘅位置。盧米諾測試結果顯示，呢啲位置都出現咗血跡反應，亦即係話呢間屋好大可能就係第一案發現場。於是警方再次揾嚟咗 Connie 同埋 Austin 問話，針對佢哋舊屋地板出現嘅血跡。Connie 表示 Gary 係一位技工，佢經常喺屋企操作機械，有時會唔小心界傷手指。至於鄰居見到佢哋喺深夜掉去地氈嘅情景， Connie 就表示佢哋嘅屋企根本就冇鋪地氈。另一方面， Austin 向警方坦誠自己係媽媽嘅保護者，經常都會喺爸爸蝦佢嘅時候出手干預。之後警方問咗佢一個尖銳嘅問題，佢係咪為咗保護媽媽而開槍殺死咗 Gary？ 不過無論警方問咗幾多次， Austin 始終都唔願意回答呢條問題。雖然本案目前只有間接證據，但係警方都係喺2020年11月19號以2級謀殺嘅罪名逮捕咗佢哋兩母子。被捕之後， Connie 選擇保持緘默，而 Austin 就選擇招供。On that day when my mom came home, he pulled off the handle, so I grabbed the gun and did the problem. 佢表示自己之所以會行到殺害爸爸呢一步，係因為喺佢嘅成長過程中，
一直都充斥住暴力同埋虐待。Austin 稱 Gary 嘅心胸狹窄、殘暴，而且報復心強。喺佢6、7歲嘅時候，佢就已經對爸爸產生恐懼，因為 Gary 會經常用煙頭辣佢嘅手臂。當佢做錯事嘅時候， Gary 又會用手捏住佢嘅喉嚨，甚至將佢拱落樓梯。不過媽媽 Connie 所承受嘅對待就更加殘酷，佢幾乎每個禮拜，有時甚至係每日都會遭受肢體虐待，仲長期被 Gary 嘅言語羞辱同埋否定，身心都受到嚴重傷害。有一次 Gary 一拳打咗喺 Connie 塊面度，導致佢成塊面都瘀咗。第二日佢又見到媽媽嘅嘴角喺度流緊血。2013年7月8號，當時19歲嘅 Austin 喺屋企度打緊機。中午時分，成身酒氣嘅 Gary 啱啱返屋企。下晝2、3點左右， Connie 亦都返到咗屋企。冇幾耐之後，兩夫妻就因為金錢嘅問題而發生咗激烈嘅拗撬。期間 Austin 出面調停，跟住爸爸坐咗喺梳化度，而媽媽就去到圖書館冷靜。之後 Gary 喺梳化度瞓着咗。呢個時候 Austin 留意到梳化嘅裙邊好似收埋咗啲乜嘢，於是 Austin 揭開裙邊，並發現咗一支槍。由於 Gary 從來都冇試過將手槍帶入客廳，所以 Austin 馬上就意識到爸爸好有可能打算開槍殺死媽媽。喺千鈞一髮之際，無數嘅念頭喺佢嘅腦入邊飛速閃過，最終 Austin 決定拎起支槍，對準爸爸嘅頭部，並掹咗雞。喺嗰一瞬間，佢感受到前所未有嘅解脫，因為佢唔使再活喺恐懼之中，亦都唔需要擔心自己同媽媽嘅生命安危。跟住 Austin 就打電話將呢件事同媽媽講。當時 Connie 雖然感到震驚，但同時亦都感受到一絲解脫。之後佢哋用地氈將 Gary 嘅遺體包住，搬上 pickup， 再揸車去到 Wisconsin。 大約2個鐘頭之後，佢哋將架車停咗喺一片樹林入邊。一開始 Austin 打算將爸爸埋喺呢度，然而一架路過嘅汽車搞到佢慌失失，於是佢即刻改變主意，直接將遺體掉棄喺樹林入邊，並寄望野生動物會幫佢處理。跟住佢哋就離開咗。Austin 表示，即使時光倒流，佢都係會做出同樣嘅選擇。無可否認，喺冇咗 Gary 嘅8年時間入邊，兩母子嘅生活確實變得更加平靜同埋快樂。然而呢段過去亦都成為咗佢心入邊難以擺脫嘅負擔。直到如今，佢終於有勇氣坦然面對自己嘅過錯，並承擔相應嘅後果。2021年5月 ，Austin 承認咗2級謀殺嘅控罪。喺量刑聽證會上，控方認為本案嘅殺人手段冷酷無情，而遺體嘅處理方式亦都極其不人道，因此要求法官判處最重嘅刑罰，亦即係30年嘅監禁。控方進一步表示，案發當時 Austin 嘅生命並未受到直接嘅威脅，如果佢擔心手槍可能會帶嚟危險，佢可以趁住爸爸瞓着嘅時候將支槍交俾警方處理，而唔係選擇向爸爸開槍。另外，警方從未接獲任何關於佢哋兩母子遭受家暴嘅報案記錄，就連佢哋嘅親戚朋友亦都未曾聽聞相關嘅虐待情況。因此，控方對呢個講法持保留態度，並認為 Austin 純粹係因為憎恨爸爸，所以先至會狠下毒手。針對呢一點， Austin 表示 Gary 曾經威脅過佢哋，如果佢哋嘗試報警或者係逃走嘅話，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佢都一定會揾到佢哋兩母子並加以殺害。所以佢哋始終唔敢向外界透露家暴嘅情況。判刑之前，法官表示佢認為 Austin 嘅講法具有可信性，並相信佢嘅內心確實有保護媽媽嘅責任感。最終 Austin 被判入獄12年半，2029年可以申請假釋。由於 Austin 已經交代咗案發經過，
Connie 嘅控罪亦都因此被改為包庇罪犯。2022年1月，Connie 承認咗控罪，獲刑2年3個月。不過，由於 Connie 之前已經被羈押咗462日，所以佢最終只係服刑咗3個月就被釋放出獄。案件塵埃落定之後，Gary 嘅家姐 Linda 認為佢哋2個人嘅刑罰過於輕微，似乎未對佢哋嘅人生造成任何實質嘅影響。然而，一啲 Gary 嘅舊鄰居就有截然不同嘅睇法。佢哋曾經希望 Connie 同埋 Austin 唔會因為除掉一個佢哋認為係怪物嘅人而承受過重嘅刑罰。其中一位鄰居甚至表示，佢願意喺 Austin 出獄之後伸出援手，提供工作機會俾佢，並幫佢重新融入社會。喺呢座小鎮入邊，同一件事被大家以截然不同嘅方式解讀，而喺法律之外，關於呢單案嘅是非對錯，至今仍未有共識。